接住廿一條就係一條唔同圖合拼嘅圖形啦。咁 ABC 係個菱形，咁掹翻低先，嚟試3條邊啊、4條邊一樣啦，或者角好平分嘅呢啲。咁接住咯，同你講相加於 E， 咁令到 BH 平衡於 EF。接住 CFHG 咧係一個 rectangle， 即係一個長方形。咁長方形點樣做啊？抹翻隻角咯，最簡單。第二樣嘢抹翻對邊相等。好，咁然後延長啲線路，令到佢相交於 FI 啊，而且佢唔講啦。咁如果問你 CI 呢條邊同 FI 呢條邊呢兩條綠色邊一唔一樣呢？咁首先啦，我哋判斷翻啲嘢先，就係判斷下如果呢兩條邊一樣，邊兩隻角會一樣啦，就係下面呢兩隻角啦。咁我最主要就考慮呢兩點 ，OK， 考慮呢兩點。咁首先啦，而家仲有一個資料我哋未 mark 嘅，就係對角線係平分嘅，呢個非常之重要。OK， 菱形性質，在呢度就係直角嘅，我哋 mark 埋先，爭啲唔記得 mark 晒。好啦，咁我哋諗一諗喎，而家有咩方法去證明到呢？咁如果諗唔到嘅話，你咪設啲數去幫我哋思考咯，其實都冇問題嘅。咁我哋當呢個係角 A 先啦 ，OK， 角 A。咁邊隻角都係角 A 啊？呢隻咯，因為我哋知道平衡啊嘛，係咪？呢隻 C，OK， 角 FCH 都係角 A 嘛。咁然後咧，呢隻角都會角 A 啦。OK， 我 mark 翻有關於 A 嘅角先啦，好冇？接住另一樣嘢，呢度都係一個直角嚟喎。OK， 直角嚟喎，所以呢隻角就變咗90減 A 啦，變咗90度減 A 啦。咁繼續接住落去咯喎，咁而家我哋睇落去好似做唔到 ，OK， 好似做唔到啫，但係唔一定做唔到噶嘛 ，OK。原因仲有啲平衡線我哋未用過嘅，例如頭先講咗啦，呢兩條係平衡嘅 ，OK， 第一樣嘢。第二樣嘢，而家呢兩隻角咁啱都係90度喎，所以我就會知道呢條線同呢條線又係平衡嘅喎。咁得出嚟啊，90度減 A 咪即係 A， 所以呢個又變咗做 A 啦。呢隻 A 嘅時候，咁我哋又可以繼續計埋佢咯喎。你又發現呢隻角二西形，呢兩隻角又一樣喎，係咪？然後呢兩隻角又一樣喎 ，OK。咁最後呢兩隻角又一樣，咁所以咧平分晒好多嘢嘅。咁所以啦，我查一查先啊啲嘢。呢個變咗兩個弧 ，OK。